把新港乡这个全台湾走第一的政策，互人真欣赏。就为明年1月7日开始，新港乡要来推出未来津贴，只要设置伫个新港满1年的产户，不管是要去做未来中心，也或是伫家己的厝内做未来，拢16000块的补助，再加上中华县的生囝津贴3万块，安尼生一体就需有46000块入财库。要拼生育率，中华县新港乡领先全国推出做未来津贴，只要户口伫新港乡满1年的产户，每一摆生产，不管用什么款的方法做未来，拢有使领到16000块。觉得这个福利还不错，所以会想要搬过去。因为它已经有涉及满1年的限制嘛，这胎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有第3胎，说或许可以考虑哦。新港乡做未来津贴，伫明年1月7日正式实施，每一摆生产拢有16000块。另外，县政府阁有生育补助，生一个3万块，双生啊6万块，生3胞胎是9万块，加起来生一体会使摕到46000块，啊若生3胞胎就106000块。福利呢是我们深港乡首创啊，这个财源呢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深港乡呢所有的跟我们回馈的金额呢，都用在我们深港乡的乡民的身上。新港乡人口差不多是37000多人，每一年新出世的囡仔有400个，所以讲做未来津贴一年估计爱开600几万。目前乡公所的公库有4亿4千几万，财源无问题。这嘛好，真侪外县市的产户真欣赏。